上图上到水果通过上。有这种数量较大的，咁哦，这种较强的，那个天数组，偏强上的夹子，那就会得罪打球的。打压吗？怎么？快跑掉了！不冲啊！这个是主持，请同学把它画起来。他说：“好，那我们来说过哈，那个只要是那个类别的字，好，类别字可以怎么用？啊，类别字可以怎么用？可以当副词，可以当形容词，也可以当状声词。然后呢？3年1班、3年2班、3年3班、3年4班，汉言是总数引取包子与动词，报告第一。不会啦，刚刚好。等下还有人少啊。好，这样刚刚好了。好了。进来。变成自己拿了。先说自己拿了哦。没关系啊。粽子啊。因为你们包子粽子分不清楚。再多来一点嘛。走。那个怎么这么好啊？你们煮一下就给我们自己拿。好了，你们自己拿。哦，这样有人吃，下午派哦。快吃饭。可以啊。张张，哎，太夸张了！肚子饿的，哇，哪边肚子饿的？好，阿祖，谁有带？那里面有自己领啊。自己拿。不用钱，不用钱。因为他没有味道啊。哎，快没了啦！没了就给他没了啊。自己拿我还没吃。浪费！包子，它是包子。没有上线的哦。杀死完没上线。over。2下。3下。你跟着拍到走2下对不对3下，那掉录影。我们有证据。掉录影机了。请看 PC 啊，请看11下4、5、6了啦，5了6，跟滚了。有。这种成绩还可以啦，全高70秒以内吧。因为大家拢想讲，咱爱机车考下题，要讲爱暑假的，暑假过后要上高中的，要上个技术了。饮料了个还有米，突然之间输就唔说呗，还是真了。多过年欣赏过的根本他们是，所以就恶性循环，就会变成安尼，变成读书就耍那点书又考不上。这个角就好 ，sin、cos、tangent 选一个。cos 对不对？来，非常好。哦，陈华俊的难得讲多一点。来，现在来讲。可能喺读高中吧，你爱上去读呗。明摆看到个成绩单，就
改快看，拢粉丝感觉即个改恶，有你感觉出来的。要毕业了。我只有10块。熊少吗？熊妹妹。熊妹妹。不要过来哦！要过去啊！加油！高中就考试去严谨的。记录较严谨，你打球的卖东西。感冒就去朋友录卡，嘛无特别做卖。其他水洋上洋下，就即个伫个意识天生这路，你老老嘞，跟心情会考好无？有啦，今日会考好时，心情会很差。你干得很陡哎！没有，没关系，先冲，如果不行我就跳车。跳车！不要帮我。好了好。哎，刹车够不够？走了。不了。得快看嘞，冇看嘞，咁落，好唔落，拜关公拜得很用力，很用力呢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开始那边点的时候，对吧？小毛，我选我。这边抬头位置600天。那明天、后天这2天就是我们的补3，269位同学准备要参加的学历测验，那把你们的3年的实力全部展现出来。开展！哎呀，出来呀！好惨！有没有？对，我去你了。5班。
哎，叫一下。3点2分。对这个米落吧，弄不平，今日睇我毕业，我做咩啊？也係傻逼，唔係講你有學歷，所以就會有退路，所以我該擔心啊。至少你們還很辛苦，咁我這個想法都有問題嘅，我容易拖家嘅，咁所以呢？可能是那时候分手吧，然后可是他都会一直找我，可是我都不想理这样，就感觉就没有像之前一样，就很好，然后后面就淡淡的，就可能有时候想要人家陪，然后有时候就很想自己一个人。对呀，我输用的。冇去用啊？有啲。啊，你咩冇去用哦？咱们真係有去參加課餘檢定嘛？冇。冇係。我送是魚送歌，魚送歌送嚟嗰口嘅嚟，冇嘅嚟冇擺到。係請送。1萬步。啊，都有啲聊過冇哩。魚歌。嚇？咁我冇認真噶嘛。見學習啊，個極唔見咧，好耐就變咗隨氣嘅，個艱難學噶。係啊，個唔會好多年都係學習啊，冇人簡單。所以學習一定要先學好一來。係咁第二啲做嘛，係咪唔啲啊？唔啲，個對咗，你都講個啲啊。是冇冇搞到安尼三三八八的哦，安尼，我唔得介曬落去生意啦，搞安尼乖乖，個家事又會做。而家冇會搞些咩啦？高中就比较少跟家人讲，然后几乎都跟朋友讲，
回来就玩电脑，不然就出去聊天，然后回来就睡觉那些，对啊，是要跟家人聊天。可能大家会觉得，现在把马子都是帮人家养老婆，可是我觉得，你现在帮人家养老婆，人家也会帮你养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先把它当成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，这样可能会久一点，并不会因为说什么一些小事情，然后就闹分手干嘛干嘛，冷战，都要学习去尊重他说的意见，然后包容他说的对的事情。很威的，我感觉阮陈华娟真的晚会真的晚会我对他这样真的，因为我讲了几千遍了，他会听吗？他不会听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不会抽香烟，他就会抽？他的同学有在抽，他没有抽，他觉得这样没面子。我的同学有在抽，我没有抽香烟，我跟不上兄弟哦，我跟不上我的同学哦。甲状腺是不能抽香烟的哦，伊也别抽哦，抽到死。你这个呀，你莫搁叫我出来，你去看医生，我无要看。我钱多，你知道吗？阿姨都想说他比较会吃，钱多一点给他吃个饱。以前不够了买起来那个香烟一包不是要70块吗？还是多少吗？留起来买香烟。我知道，我跟他讲。跟他讲，我看你没有用了，谁跟他讲也没有用。我有拍的，没有。干嘛啦？再从进来哦。就是我妈跟我爸他们离婚的时候，就当下就接受了，因为两个已经有裂痕的人在一起了，对两个人也不好嘛，干脆或许离婚会对两个人更好。喝完酒会动手，然后他也会去赌博干嘛的。这间店几乎都我妈在做，因为我妈去跟人家学手艺，然后学完就几乎都我妈在弄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就是纸伞店蛮多间的，然后想说我们自己做这样。看能不能至少养活我们3个啊，对啊，然后他不高兴，我们也难过，因为他期望我们好嘛，我们自己也做不到，就是辜负他，也对自己怎么讲难交代。照顾好自己就好了，对，不要再给家里添麻烦。快点。